继续来看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，也是如期伫早起来举行。只不过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所以改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。市长郭文禎致辞的时阵讲，两岸交流比断流好，合作比对抗好，一家亲比一家仇好。郭市长讲，伊的两岸立场无改变。 我都伫台北面对面交流，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改用视讯。与我共同主持论坛的是骆兴先生。幸好有网络和视讯，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得以相见。透过视讯的镜头，互相问好。这场会议会当讲是疫情以来第一摆两边的官方进行交流。郭文禎敢会有新的论述？到今天，我还是认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，合作比对抗好。 一家亲比一家仇好。我对两岸的立场是一致的，处理两岸的事务是务实的，这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接受访问的时阵，讲过提条条，对相关的议题非常的小心，就惊讲加讲加唔对。这张考卷不会及格的，我想就是美国那边考65分嘛，大陆那边考55分嘛，是这样。也许日本那张考卷看能不能考高一点呢？另外，今年的双城论坛要讨论的还有防疫甲经济。 现场来宾都摕到一个防疫包，内底有喙罨、酒精棉，还有打洗手。只是讲包装和民众党的代表色足同款的，纪念品也无法度送到上海的代表手内底，安尼准备，互人做好奇的。